花莲县政府的观光网站去年有换新，也毋过有民众发现讲网络顶头的相片是泰国清迈的稻仔甲山，毋是花莲的风景，实在是真离谱。这是花莲县府观光中心的网站，头一页已经改做是60兆山分海的相片，毋过网友也是甲进前县府无细字放到其他国家相片的情形记录起来，而且放伫咧网络顶大力批评，讲公部门做代志哪会当遮尔啰嗦。 是图片、影片的引用，这个花莲县政府都有责任要来进行这些跟厂商告知还有把关哈，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。那我们认为就是县政府你的螺丝松掉了，应该要好好的，不要再发生这种情况，这是笑掉别人的大牙。县府解说，观光中心网站是去年5月份交予外包厂商更新，并无了解厂商使用到泰国清迈的相片，不过部门嘛无查核，确实是有疏失，除了甲摕落来，未来嘛会加强管理。 最主要，我们是想要呈现是花莲的稻浪跟山的这个美丽的景致，所以挑选了一张照片是综合这些景致的一个美丽照片。那但是在第一时间我们发现这样疏失的时候，我们就马上请厂商下架。我们以后也会加强管理，避免疏失。不过，也是有民众指出，花莲县府类似的事件其实毋只这一件。2021年原民处举办丰年节，都偷用过民间的设计，这件代志嘛闹到媒体去。 2016年，县府青年主体的相片，嘛涉嫌偷用民众网络顶私人的相片，种种的争议已经互公部门的形象受到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